思就係今朝本港多區都落雨喎。係海欣，各位出門口咧記得要帶定遮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係介乎25.8至到27.8度，最低氣温介乎25至到26.1度。轉睇下風雨圖，同廣闊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就係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。本港今朝大部分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。預測係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。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9度，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，高地間中吹強風。展望今個禮拜餘下時間，天氣仍然唔穩定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而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2，強度屬於低。跟住睇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雷暴，珠海有雨；中山、江門有雨；肇慶、佛山有雨；廣州、東莞有雨；惠州、深圳落雨。聽日先講到呢度啦。